讲错话心神不安，做错事危害众生。请想看闽南语连续剧《大侠厝》。做人什么上困难，真情步步求人难。做人什么上艰苦，避袂着伤苦。什么困世机会较好，成功袂甲人相出路。第一爱赢家己一步，第二爱毋惊吃苦。赢你哟，赢你哟，有志气着赢你哟，相逢赢着才苦了苦，你终也着快乐。赢你哟，赢你哟，毋惊失败赢你哟，用心付出为撇步。什么上困难，人情步步求人难。做人什么上艰苦，避袂着伤苦。什么困世机会较好，成功袂甲人相出路。第一爱赢家己一步，第二爱毋惊吃苦。我是一个大歹人，我是一个歹大家，我是一个恁等到拢无法度接受的头家娘啊！无人要插我，让我一个人来顾这间厝。是安怎？恁的心肝奈遐尼啊浓毒？是安怎？恁拢袂当体谅我？是安怎？我就在这间厝，为少年到今嘛，恁拢无人要来感谢我。是安怎？恁一个一个拢要离开我？是安怎？恁拢无人要接受我？是安怎？是安怎离开这个厝的查某人，拢是好人，只有住在这。只有住在这，我是歹人，为什么要安尼欺负我？是安怎你当家的祖先无要保庇我？为什么？卖家，龙卖家，龙卖家。
先祖，我听讲你足灵声，我的后生饲真好，因为跋倒弄着头壳，历史甲昏迷不起，中西药拢已经食透透，也毋过共款我是昏迷。我只有来求先祖，你甲我斗相共，会当保佑我的后生较紧精神起来。啊，若无，我这个老大人毋知要安怎才好。小等下，我会叫一把香火转来去，挂在我后生的嘴唇内。假使伊若是有精神起来，日日我一定传三生四果来甲先祖答谢，求先祖成全。好，吴老板，你等我一下，我随来。志忠，总经理，啥物代志？我你陪我出去。出去？去要海边啊？要去讲一笔最重要的生意。讲生意啊？啊，好。医生，我予我的后生食青草药啊，这层代志是我毋对，我这阵是来甲你下失礼的啦。唔免啦，即摆上重要的是恁家属决定未，是要甲恁囝留往病院接受阮的治疗，抑是恁要带转去继续食恁的青草药啊？医生，我知影你的医术高明，我真愿意相信你。也毋过一个做老母的心情，我希望你会当了解。你的心情我了解，但是你甲我讲，要甲恁囝留喺病院，抑是要办出院。我是希望伊留康的继续治疗啦。那安尼好，我会尽我上大的力量，甲伊救精神。多谢你，医生。是讲，还有一件代志，我想要拜托你。啥物代志你讲啊？这段养父啊？是啦，啊，就有人劝我讲去庙里求一寡互养父转来，甲阮囝抹放喺喙唇的，安尼神明就该保庇，互阮囝较早精神起来。安尼敢有效？总是我这个做老母的会感觉较安心嘛。放心啦，我袂互阮囝食，我是干那甲抹喺喙唇尔啦。医生，我请你允准我安尼先做好无？这件代志吼，就当做你无讲，我也唔知影啦。多谢你。阿母这个位啊是有报上啊无报啊，这是最后唯一的希望。阿母，你替我体谅阿母的苦心。阿母知影讲，当迄边有本你的灵魂在甲你求，有恁阿爸。也阁有你熟悉的人在叫你去，你嘛真想要去。也毋过阿母还阁伫遮，你若要去，嘛就要等阿母生气，你才会用去的。阿母，为了阿母，为了你的客查某囝，为了所有关心你的人。你就要紧回头倒转来，
不会心话，宝贝。你莫难过。是啦，姨妈，我相信阿伯一定有听到你讲的话，伊一定会转来的啦，吼，你莫艰苦啊啦。这是我为开的新药啊，等下你好食。多谢多谢，多谢。我嘛希望讲心灵有看到因老母这样为伊走走，这样艰苦，当保庇，保庇较早精神。多谢。第一名戏出大下厝，感谢你的收看甲支持，希望恁继续捧场。拜一到拜五中昼12点，大下厝，赞！呀哩哟，呀哩哟，有一去着呀哩哟，幸福赢着才苦了苦。我坐一下。志忠，你啉伤济啊啦，来，啉一杯茶吼，解酒。好。烧啊，慢慢啉。搁啉寡。总经理，我今仔日吼足欢喜的，我想袂到这生意这么简单就讲成啊！志忠，这拢是你的功劳啊！我干那负责陪黄老板啉烧酒尔，我哪有啥物功劳啦？生意拢嘛是你咧讲的啊！对，就算讲吼，讲生意的人拢是我，啊，毋过是你陪我去的啊，我的好运哦，拢是你带来的，所以我要感谢你。感谢我，总经理，你要安怎感谢我？志忠，这是我为着感谢你送你的礼物。礼物哦，是锁匙啊，这毋是普通的锁匙哦，毋是普通的锁匙哦，无这什么锁匙？这是这间厝的锁匙。我是讲，你以后会当随时来找我。来找你，志忠，你敢愿意接受这项礼物？
小囡啊，哪安尼啊？恁转来啊？阿姨咧？好咧？迄阿妹啊，搁市中呢，哪会无对恁倒转来啊？小囡啊，你是咧讲啥？是毋是我伫遮？你才毋敢入来哈？袂要紧啦，叫因入来啦，我也袂甲恁搅了。不一定哦，伫恁的目睭内根本就无我的存在啊。无安尼啦，我出去啊，爱在厝吼留好恁啦哈。阿母，你哪会要甲我阻挡啊？我离开遮，毋是你毋望的哦。阿母，你是毋是人无爽快？无爽快？哼，你应该吼足欢喜我无爽快的啊！恁吼，搁希望讲，我较早离开这个世界，对无？阿母，小囡啊，你是咧讲什么笑话啊？大家吼拢足尊敬你的啦，人美观嘛足友好你的啊。无你是要吼，甲大家咧闹甲乱七八糟，你才欢喜唔？阿爸，阿母心情无好，莫讲啊啦吼。哼，伊咧心情无好，咱大家就爱对伊心情无好。伊根本吼就是无你厝闹嘛。无理取闹，哼！我早就知影吼，你会讲我是咧无理取闹。大家笑，你就是讲吼，我唔知影，你吼一直想要逼我离开这个厝内，对无？哼！别管，去甲你阿找转来啦！伊是我用一马转来的囝呢，应该为我去甲伊找转来啦。你是安怎啦？哼，你阿母哦，讲话咧颠颠倒倒啦，我看根本就是气笑啊啦。李官啊，市中哪还袂倒转来哈？即摆是几点啊啦？我饭菜哦，拢甲伊传好安尼，还袂转来嘛爱讲一声啊！我煮吼，我煮。我的饭菜哪拢倒我涂骹啦？李官啊，你讲我清楚，你饭菜哪甲我倒掉哈？哈！我的菜哦是要煮互我的囝食，你若唔是，你甲倒掉做啥？我做唔了，你甲倒掉啦！你叫啊叫啊你啊！第一名戏出大下厝，感谢你的收看甲支持，希望你继续捧场。拜一到拜五中昼12点，大下厝，赞！呀哩哟，呀哩哟，有一起着呀哩哟，幸福赢着才苦了苦。你要煮互我的囝食，你若唔是，你甲倒掉做啥？我做唔了，你甲倒掉啦！你叫啊叫啊你啊！哦，袂要紧啦，你去为你的查某囝，我为我的市中啦。你甲我的饭菜拢倒掉吼，我讲你煮啦。好，你甲倒啊，我过来煮啦。阿母，你莫生气啦，我来啦。你莫抢我的菜啊！哈，你这个查某，心肝哪遐尼啊冷冻？我煮好的菜，你拢甲我倒掉啦！啊，你即马吼，讲来抢我的菜啊！你想要甲我要死才讲话上？我知影，你头存心哦，拢要看我死。我无一个人咧厝内底，无人要顾。我身体吼，身体无爽快，无人知影。我一个人跋倒啊，嘛无人插啦。我倒枵，嘛无人要管我。我四界话啦，拢无人要甲我插。阿母，你真正身体无爽快啊？有要紧无？你莫来加好水啊啦！世间若是一个舞台，啥人是啥剧本，予我上台的人。人生无奈，离合悲合，啥人主角拢同款。舞台上万万人，演出悲伤快乐无啊，最主导演是谁？演啥物角色？未来剧情啥款？
生的舞台，啊，有幸福悲哀，啥人问怪我的不爱这款的安排？啊，演出怎精彩？啊，犹原爱落台，人生的剧本好歹，家己写出来。世间若是一个舞台，啥人是写剧本，予我上台的人？人生无奈，离发悲合，啥人主角拢同款。舞台上万万人。